来，大家好，米夫米嫂，大家好吼。来，今仔日要来介绍这，来，请问2x 加5，来，这是啥？来，2x 加5，这叫做一元一除式，一元一除式。啊，其中 x 项就是2x， 有晓？2x 啊 ，x 的系数就是2，有晓？x 的系数就是2。这个5，这后壁这个5，迄就是定小项，定小吼，定小这项定小，有晓？5是定小。OK， 来，过来另外一题，若是讲即届 y 出来哦，3x 加 2y，3x 加 2y， 来这就叫做二元一除式，二元一除式。啊，其中嘛共款，来 x 项就是 3x，y 项就是 2y， 啊嘛共款系数 ，x 的系数就是3，y 的系数就是2。啊，请问定小是啥？定小是啥？来，定小0嘛，因无你无看到，来就是0。OK， 啊，来，这嘛共款 ，x 减 3y 加5，这嘛共款，二元一除式，二元一除式。啊，若是讲吼，我搁加一个平平啦，3x 减4平平2。来，若是我安尼写，来，这规个就叫做一元一除方程式，就变成方程式咯，因为有平平方程式。啊，共款，若是4x 加5y 平平3，来，这就是二元一除方程式。好，啊，这是基本简单的介绍吼。好，啊，过来看即撮算子吼。来，2x 加 5y 减3，来加 5x 减 4y 加7，平平3。来，这个动作就是甲共款迄项的甲合起来，共款迄项的合起来 ，x 甲 x 即项的合起来 ，y 甲 y 即项的合起来 ，OK， 定小合起来 ，OK， 来，这个动作叫做简化 ，OK， 简化，来，所以伊的结果就是变做，你看2x 加 5y 就是 7x， 啊加 5y 减 4y 就是加 y，OK， 加 y， 啊过来定小吼，减3加7就是加4，OK， 加4，安尼就是简化结果。好，啊过来，啊若是讲是方程式吼，譬如讲这 2x 加 y 平平10，请问这个方程式伊的解、伊的根、伊的根是啥？来，伊的根、伊的解、伊的根是啥？来，我先讲就是答案咯，5、0、4甲2、3甲4，来，这全部拢是 2x 加 y 平平10的解 ，OK， 而且伊的解是无限的 ，OK， 是无限的。啊，要安怎讲伊是？就是要安怎讲伊是伊的解，真简单。比如讲，我著甲 x 平平5，甲 y 平平0，甲落入去，来即个方程式内底，所以你看变做2乘5加0，共款平平10嘛。OK， 咱若是讲即组，来4甲2即组 ，x 用4落入去 ，y 用2落入去，嘛共款2乘4平平8。啊，搁加2平平10，安尼，所以伊就是伊的解。好，啊，过来若是讲要来解即个一元一除方程式吼，譬如讲这，来3x 减2平平5，来要安怎去找伊的解吼？来，我就豆豆讲吼，开始，先甲就是平平倒手边。即个负2，来负2，我晓甲刷到，我晓刷对正边，来甲负2写刷到正边的时阵，会变做加2，变做加，我晓，所以就变做是3x 平平
5加2平平7，所以会得到3x 平平7。好，这是第二桩吼。啊，过来要安怎来解 x？ 这个方程式的倒边甲正边吼，同齐分互3，因为我的目标是 x， 所以甲这个3甲创掉，就是两边拢分互3。啊，分互3了后，来倒手边剩 x。啊，正手边就是7，分互3就是7/3。这个7/3就是 x 的角 ，x 的根 ，x 的根。OK， 来，这是一元一处方程式，来伊的解法吼。过来，若是讲二元一处连环方程式，来要安怎处理？啥物是连环方程式？看这，譬如讲 y 平平2x， 啊，另外第二条3x 加 y 平平10，来用一个这个符号来甲用起来，来，这规个就是连环方程式。OK， 连环方程式。啊，这个连环方程式要安怎处理？来，你看，这个 y 平平2x， 啊，都真简单。我就甲头一条这条吼，这个 y 甲落落去，迄款第二条的 y， 甲第二条的 y 换做是2x。所以变做是3x 加 2x， OK， 就得到 5x 平平10，所以真简单，5x 平平10，所以 x 就平平2，安尼就出来了。好，来看另外一条吼，这条3x 加 y 平平12，过来 2x 减 3y 平平-14。来，这个连环方程式要安怎处理？好，我先讲哦，它拄仔迄个方式咯，迄个号做是落落消低法。OK， 因为它拄仔是甲 y 落落去迄款第二拽的 y 内底嘛。OK， 迄就是落落消低法。啊，即摆来，无法度去安尼做嘛，系啊，较费气。来，这个方法号做3天3减消低法，OK， 3天3减消低法。所以来看讲，我要先甲带一个，要甲 x 甲创掉，还是甲 y 甲创掉？伊感觉带一个较好做。我感觉是 y 啦 ，OK， 来，我想要甲 y 甲创掉吼，来，还是甲 y 创掉，就变做讲，迄两个 y 变做是共款，所以我甲头一条。全部拢乘3，安尼就有 3y 嘛，对无？好，所以头一条乘3了后就变做是，来你看好，变做9x 加 3y 平平36。好 ，OK， 这个时阵两条这个 y OK 对反相，互相是对反相，伊系数互相是对反相，所以甲这两条小吼3天 ，OK， 3天。所以来3天的时阵，安怎天简单，就是 9x 加 2x，OK，x 共款加 x 3天嘛，来，这就是 11x。啊，3y 来减 3y， 无啊，创掉啦，无去啦 ，OK， 来，过来，来，就是平平正手边这来36加-14。36加-14就是36减14，来，这就是22。OK， 22，所以要来变做讲是11x 平平22。好，所以真简单 ，x 的答案就是2。OK， 就是2，所以 x 出来哦。来 ，x 出来了，我要安怎去找 y？ 来，我都加 x 平平2，看你要囥伫咧，就是要落落去。头一条还是第二条，拢会使，看你方便。还是讲我甲 x 平平2，甲落落去第一条吼，迄就是3乘2加 y 平平12，所以就是6加 y 平平12。共款，我甲就是6为倒手边刷对正手边变做是减，所以就变做是 y 平平12减6，
就是六，安尼就出来。所以 x 平平2 y 平平6就是即个连环方程式伊的根。3加32领3扣，3减32领扣3，啊扣加扣，真正2领扣，扣减扣，无扣，搁脱2领3。